等请看荧幕。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上，现在我们请本堂许牧师来讲道。他今天讲的题目是使命必达，使命必达。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在圣殿敬拜你。此时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来领受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与使命。愿主的圣灵再一次带领我们与你相遇。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上个礼拜，我们看见大卫因为听到耶和华的名被羞辱，大卫就向前去迎战非利士人的歌利亚。这歌利亚非常的高大，大卫用他所熟悉的方式，甩石子的机旋，将石子打入到歌利亚的额头，歌利亚就被打败了，非利士人就四散。大卫这么做，他是为了要维护上帝的名，并且要让各族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的同在。所以那个时候大卫在战场，他知道他的使命是要使神的名得着荣耀。那么各位弟兄姐妹，请想一想，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现在正在举行世界杯的足球赛，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半夜起来看球赛或看转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整个球赛当中，有时候感觉很闷，因为球都没有进入到球门，他们无法攻进球门，是因为防守的球员他们要想尽办法不让对方的球踢进球门当中，但是要进攻的球员，他们可能要透过团队、小组或个人的技巧等等各种方式，要将球踢进球门。那么在场上的每一位球员，他们所被赋予的任务与使命都不太一样，但是最终都是要让球队赢得胜利。今天的题目是使命必达。我想可能有人有这个印象的一个广告，这个快递公司它的标题就是使命必达。这个广告的镜头是跟着这个快递员在跑的，在快递员整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他遇到了淹水的状况，他遇到了塞车的状况，他都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将包裹或者是文件送达客户的手中，最后完成将物件送达的使命。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其实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透过网络购物，或者是我们到商店里面去购物，我们都会用宅配的方式将这个物品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送到我们的手中。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样的一个快递员他的使命当中，他必须把物件送达到客户的手中，这是他的工作，他必须要去做的。那么牧师要再问一次大家，在信仰上，信仰的生命里面，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在整个上帝救赎的计划当中，在人类的整个历史里面，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我想每一个世代的人都有不一样的使命。我们从旧约时代来看，我只举几个人物。以挪亚来说，耶和华要挪亚造一艘船，并且要让他将动物以及他的家人都在船上。在船上的时候，他们经历到耶和华救赎的恩典，一直到洪水的退去。那么挪亚的使命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去完成建造的任务，然后去达成
耶和华在当时的救赎计划。这是挪亚他的使命，他必须把船造好，要带领着上帝所吩咐的这些动物以及他的家人，去经历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第二位，我们看摩西。摩西在耶和华在呼召他的时候，这样对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我也看见他们因为受到埃及人督工的辖制，他们所发出的哀嚎声音，我也听到了。我知道他们所受到的痛苦，所以耶和华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去埃及。要到哪里？到那美好的地方，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现在以色列人的呼号的声音到达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欺压他们，所以我要打发你摩西，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那么摩西的使命就是要带领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完成耶和华上帝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欺压，进入耶和华为他们所预备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是摩西所领受到的使命。在摩西之后，以色列人并还未进入那迦南地，所以约书亚就承接了这样的一个使命。耶和华上帝对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所以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越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凡你们脚掌所经之地，我都照着我的应许摩西的话来赐给你们。更告诉约书亚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所要应许给他们的地。约书亚的使命就是带领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并且在迦南地要击败在居住在那个地方的各个民族，使12个支族可以在耶和华所赐之地安居，可以在那边居住。约书亚之后进入到士师的时代，士师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一直到建立王国这段期间，他们面对了很多各族的挑战的征战，所以士师是带领以色列人面对敌人，带领着他们的领袖。士师之后是先知，先知带着预言警告以色列人将要面对耶和华上帝的审判与惩罚，所以先知他必须将上帝的公义与怜悯来告诉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在他们背离的时候能够悔改，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在旧约的时代，无论是哪一个人，他们都背负着那个时代的使命以及任务，他们都要将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事情来逐一完成。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将他的独生爱子差遣来到世上。耶稣他来到世上，在马可福音1章15节里面记载着说，耶稣这么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所传的是一个悔改的信息，在当中他教导我们，他医治我们，他也赶鬼行神迹，他并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救赎我们人所犯的罪，使人与神来和好。之后耶稣即将完成他的使命与任务，他就交代了他的门徒，他差遣了他的门徒，赐给他们权柄。在马太福音第10章里面这样记载的说，耶稣告诉他们的门徒说：你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赐给他的门徒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并且把鬼赶出去等等的。更告诉他，如果你进入到那个家庭，如果他们配得平安，就把你们所祈求的平安临在那个家庭里面。这是
耶稣的门徒他们的使命。在马可福音第16章里面，耶稣更向他的门徒显现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如果因此信而受洗的，他们必然得救；如果不信的，必然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跟随着他们，就是要他们每一个门徒都奉耶稣的名去赶鬼、医治病人。那么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耶稣进到门徒的当中，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很强调的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耶稣所吩咐门徒的所有一切，都要教训给这万民来遵守。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门徒他们的使命，一直传到现在。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信仰前辈，或者说我们有神学家，他们都一直在将传福音视为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们就讲台湾就好，从巴克里牧师、马偕牧师来到台湾，他们将福音传给台湾的百姓，这是在他们生命当中所领受到的使命与呼召，这是他们知道他们一定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可以看看，在你的家族里面的长辈，他们对信仰的坚持以及传承，以及他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事实上他们都完成了他们应尽的任务。然而，这个使命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世代都领受到不一样的一个任务。然而，你的受造是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上帝所创造，上帝创造我们，不是在这边生活而已，他都赋予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使命。耶稣这么说：正如你交给我一个在世上的使命，我现在也交给他们一个在世上的使命。保罗更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最重要的是要完成我的使命，就是主耶稣交给我的工作。然而，在这个使命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这个共同的使命，就是与所有的基督徒要一起共同承担的责任。当然，上帝创造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都有独特的个人的使命，就是上帝交给你的个别的个人任务。那么使命，它的原文 mission 是来自于拉丁文的差遣。对于身为基督徒，我们的意义就是我们是被差遣到世上做耶稣的代表。我们是被差遣到世上做耶稣的代表。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们，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人生，他的使命。在他还小的时候，在圣殿，他的母亲玛利亚回来找他的时候，他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间，他说成了。耶稣完成了天父上帝交给他的使命。那么，耶稣在地上的使命，现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引领人来认识上帝。上帝要拯救人，通过耶稣使人与上帝和好，让我们可以爱上帝，成为上帝家庭的一份子。我们要去学习有着上帝的形象，我们来服侍上帝，向人传扬上帝的爱。所以，当我们很确认而且确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唯一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归属于耶稣。那么，上帝就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去接触其他的人。上帝先拯救了我们，然后他差遣我们往外，去到外面，不要我们一直待在教会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使命，
它的重要性在于耶稣在地上使命的延续。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必须继续着耶稣的工作。耶稣不只有呼召我们归向他，更重要的是他要我们去传扬他。所以我们的使命是如此的重要，是要去传扬耶稣。所以在5段经文里面，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第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里面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马可福音第16章15节说，他对他们说：“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全人类传福音。”路加福音24章47节，你们要奉他的名，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来，从耶路撒冷遍及万国。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里面，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正如父亲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在这几段经文里面，耶稣是要告诉我们，并且给我们真正了解延续耶稣在地上使命的重要性。这个是要告诉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不是只有给牧师或者是宣教师而已，而是耶稣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大使命。它不是一个提议说来吧，我们一起去传，来吧，我们一起去。它不是一个提议，是你我没有选择的，而且是不可以拒绝的。上帝要你为着你身边周遭还没有认识他，还未相信他的那些人负责任。你身旁一定有一些人，他们还未认识耶稣，还未相信，你要为他们负责任，因为你可能是他们当中唯一认识的一个基督徒，也有可能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唯一会从你的分享里面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这是你的责任，但是它也是一个美好的特权，因为承接耶稣的使命，这份责任是很重的。但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份特权、这份责任是可以让上帝用一个恩典，也就是上帝要邀请我们参与在救赎的计划当中。保罗说，上帝已经将劝人接受他的恩惠，并且与他和好的特权交给了我们。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之外，我们还有这样的特权在。那么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要与上帝来同工，我们与上帝一起建立他的国度。保罗也称我们为同工，并说我们是与上帝一起工作的人。我们的使命是代表上帝透过耶稣救赎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成为在上帝国中的一家人，并赐给我们圣灵。上帝委派我们成为他在世上的代表，我们是基督的代表。上帝使用我们劝人放下自己的成见，与上帝复合。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代表基督说话，我们要去告诉我们旁边的人，你来跟上帝做朋友吧。然而让别人与上帝做朋友，这个使命对你来讲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这个使命对别人的生命是有极大的影响。这个使命比你在世界上做所有可以达到的任何的工作、成就、目标都更加的重要，因为你的使命所产生的结果会持续到永远。但是你可能在一般的工作里面，你在做，它没办法持续到永恒，所以你所做的任何事，没有比帮助人
与上帝建立永恒的关系更加重要了。耶稣说，所有的人都必须赶快完成那差他们来的工作，因为黑夜即将来到，所有的工作就要停顿了。因此，我们来看，你可以为使命工作的时间并不多。我们永远可以将自己和所有的已经信主的人聚在一起，我们一起可以在这里面，我们庆祝着永生，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盼望，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未来会与上帝在一起。但是，带领未信人的这些工作，其实只有此时此刻你可以做了。但是这不是说要各位放下现在所有的工作来成为全职的传道人，而是上帝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有特别独特的呼召，要你在现在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与人去分享耶稣基督救赎的好消息。所以，无论你现在的身份是学生、家庭主妇、老师、经理、员工、老板，或者是你已经退休，请你仔细想一想，你的身旁一定有人可以让你去分享这个信仰，一定有人是可以让你去分享你受到恩典的这个对象。你可以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那么，当你把好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你我的人生就会更加的有意义。有位神学家曾经这么说：使用生命的最佳方式，就是去成就比生命更加长久的事物。在世界上，一切的事物最后都会消失，但是只有上帝的国度可以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一直有一个目标存在在那里。这个目标就是委身在敬拜、团契、灵命的成长、侍奉，以及完成使命。只有这些行动，它所产生的结果会持续到永远。保罗这么说：除非我完成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务，就是向人传述上帝奇妙恩慈与爱的好消息，否则我的生命便毫无价值。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只有你才能接触得到，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以及上帝创造你独特的一个特性。有一个人或很多的人，会因为你的缘故去听到这个好消息。如果有一个人听到这样的好消息，进入到天国，那么你的生命便对永恒做出了贡献。所以，请你仔细想一想，或者是你现在可以这样向上帝祷告说：上帝，请你将人安排在我的生命里面，使我可以跟他分享福音。你可以向上帝求，说：请你让一个人在我的生命里面，使我可以跟他分享福音。那么，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如何来分享。我们得到了这个好消息，假设你的邻居得到了无法医治的疾病，而你有医病的方法，你却拒绝将这方法告诉他，或者是说，你得到了一个可以赦免的方法，你知道了人生的目的，和你知道平安和永生的道路，你却不与其他的人来分享，那么你真的可以面对上帝吗？我们拥有这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就是与人分享这消息，这是你对别人领受恩典的最大帮助。我们或许已经认识主，也相信主，也接受了救恩很多年了。我们有可能忘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耶稣，那未来是多么毫无希望的。因此，我们要记住，不管人从外表看起来是多么的满足、成功，若是没有耶稣，他们便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圣经这么说，只有耶稣可以拯救人，而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在上个礼拜一小组长训练的时候，有谈到我们如何去关怀人。那我想，这关怀的人的
这个几个步骤，也可以运用我们在分享福音的上面。第一个，他说是谈天，就是没有主题的闲聊。当我们跟一个人要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开口跟他说你来信耶稣，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谈天，没有主题的闲聊，也就不具有威胁性的谈天开始，不去问说你今年几岁，你有多大等等的个人隐私，而是在谈天的过程当中，去建立一个融洽、快乐、正面的关系，减少他的防卫心，去了解谈话当中知道他的兴趣是什么，为了是要使以后的谈话更加的顺畅。这个谈天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或很多次的谈天，才能建立起彼此互相信任的关系。当谈天在这当中之后，几次之后，你就会发觉可以进入到谈心这样的一个步骤。谈心就是可以让他去表达他内心的感觉与想法。从谈天建立一个彼此互信的关系之后，我们要把话题渐渐地转向他个人，使他打开心门，愿意说出他的需要或问题。那么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会听到他有一些问题，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聆听，专心的听，听到他所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忍住，不要给他意见，不要教导他，而是再一次确认他所说出来的是他内在真正的需要或者是问题。当我们确认之后，我们就可以提供资讯给他，提供对方在谈话当中相关的讯息。因为我们跟他建立关系之后，我们跟他所说的，他比较能够听进去我们所说的话。甚至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主动的来问你，来寻求协助。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提供讯息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要注意，当我们提供讯息的时候，不是说教或强迫对方接受我们的意见，然而是告诉他分享我们在爱当中，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这样的一个经验与见证。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后面还有几个步骤。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谈天谈心以及提供资料，那么我想福音的种子应该就已经在他的心中。我们要完成使命，我们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牧师要问：你愿意为使命付上代价吗？你可能需要向上帝放弃你的权利、期待、梦想。当你要去完成使命的时候，带领一个人走向耶稣，从谈天、谈心到提供资讯，你可能要付上的代价有：你原本已经计划好的你的生命的人生的规划，你可能已经有计划好的时间，你可能你要付出很多的精神，以及你要将上帝所给予你的智慧才能全部都要摆上。比如说，有人你的恩典，你很会煮饭，那可能你就要煮一桌饭、一桌菜来邀请对方来吃；或是你也喜欢户外活动，你就要邀请他一起来参与在你的户外活动当中。我知道我们当中已经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做这样的事，他们也摆上了他们的代价。所以要完成上帝所赋予给你的使命，你就必须要以上帝国的事为优先。所想的都是要为了成就上帝国而做。耶稣也说：先求上帝的国和义，其他的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要学习并且效法耶稣这样子说：父啊，我要遵行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教会存在的目的，不单单只有基督徒在教会内部敬拜团契，或是只有侍奉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或者是在当中追求自己的灵命信仰的好处，而没有走出教会的门。教会以及你和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去完成使命，共同承担责任，按着上帝所赐给每一个人独特的恩赐，
一起在传扬福音的道路上，为耶稣多救一个人，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如此，我们才能召聚更多的人，一起在上帝国当中去享受那美好的恩典。牧师要再问一次，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你要我们去做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世代，我们都背负了相同的共同责任，但是因为主耶稣你爱我们，上帝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独一无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恩赐，这也是我们独特的使命。求主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此时此刻，一同为着完成使命向前来奔走。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我们要将这使命来完成。愿主你赐福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使他们知道如何将这福音传给他们身旁还未相信、未认识耶稣的人。愿主你亲自来带领。此时我们要用主耶稣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同心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